阿里山林体受到地震甲风灾的损伤，经过15天，总算伫咧旧年全线通车，是去引真侪游客，搁倒来坐火车复兴阿里山的观光。下暗7点半，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，要带大家做伙来欣赏阿里山的水。这是离万平车站，阮火车离这个塔山就会足近的。伫2万平火车头。阿里山森林火车停伫塔山头前，后壁云甲雾的美景，互人就是伫咧迷茫。真侪游客趁火车休站的10分钟，拢赶紧落车来翕相。一只来坐阮的火车，伊才会感受到遐细台小火车，嘛会当为家己安尼豆豆靠来阿里山，就是会当克服足侪地形，所以坐一抓，你就会感受到。这条铁路和别条铁路无共款，个伊它让人感动的地方。除了美丽的景致，阿里山的地形甲凉冷的气候，嘛为嘉宾提供理想的成长环境。经过用心栽培甲处理，最近这几年阿里山嘉宾因为伊独有的气味甲真好的品质，在国际市场是渐渐得到肯定。这个人的人生，各位有没有人去过特富野这个地方？阿里山这个嘉宾吼，我会感觉。就讲我较定是咧部落迄边，若啉了较歹的物件，大家在互相讨论，然后想讲，我到底是做了唔对去，我安怎做，甲来年会较好，所以我会感觉这种是因的嘉宾的进步的上重要的原因。阿里山是台湾唯一一个有居民住落的国家森林游乐区。从阿里山公路通车了后，在地人就以观光产业为主，对因来讲，已经长站15年的森林铁路，会当全线通车是在地大代志。全线通车是因为是，阮期待10外冬啊，因为伫迄个上早伫921地震吼，迄个闽月线就歹去嘛，到尾经过迄个88风灾吼，迄个台风，经过10外冬啊，即马全线通车是阮非常期待。全线通车了后。伫阿里山会当过一摆听到火车的车铃声，伫这条透过云甲雾、弯弯弯弯的森林铁路，就亲像是一条时间的磅空，带大家做伙返去迄个充满自然甲人文的年代。这项铁路全线通行，期待更较侪游客会当来这行搭，探索这片美丽的山林。记者吴德庆、叶家军综合报道。